看这个兄弟姊妹为着争财产起烧台，这是发生伫新北市的三重埔，一个男子真不满，因为伊的老母亲1000万的信托，敢若登记伊的姐姐甲伊的妹妹名。伊到这个小妹厝内底理论，情绪失控，竟然是举家私杀死着姐姐，搁甲妹妹杀着伤。可怜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现在财产谁还会杀姐姐吗？是会一时冲动吗？会后悔吗？面对镜头，龙脚点点，姓陈的查甫人因为情绪失控，竟然举武器甲家己姊妹也喷。社区外插几排的救护车。代志就发生伫昨下晡2点外，新北市三重埔3号路，姓陈的查甫人亲手甲因阿姊毒死。我看因救护车载走，因迄后生坐警察车互压走啊，安尼啊，我是知安尼尔。姓陈的男子因为不满老母1000万的信托，敢若写阿姊甲小妹的名，情绪失控，举武器毒死因阿姊。根据了解，这个地刚开始是由陈家人甲其他地主契婚。2015年大楼完工，一批65万，单价摕着2号。姓陈的男子含因某甲老母大做伙，另外一间互小妹2号帮伞将近5000万。怎么会为了一点点，为了财产这样子杀了亲人？我昨天晚上也睡不着我不知道说他大姐回来好像是为了谈家产的事情。单价较早是开工厂，经营几10档。热连厝边也拢真着惊。本案犯嫌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为了家产，今日烧台，这是要叫老母亲安怎的堪接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